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是投票日，天气是甲昨差无偌济，也毋过水气较少。今仔早起哦，有真侪所在雨拢停了，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水气有较减少，也毋过伫食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部阁有恒春半岛嘛是会阁落雨，北部嘛是会阁落淡薄仔雨，是侪云的天气。中南部是会当看到日头哦。伫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淡薄仔增强，北台湾的温度大约是伫20度到24度，嘛较凉冷。中部甲花莲台东大约是26度、27度，南部是会到28度到31度。今仔投票日天气阁算是袂歹。为了要互民众会当顺利返乡来回乡去投票，代替伫拜五开始到礼拜加开50个车帮哦，高铁嘛加开52班车。另外，国公客运表示讲，昨个订票率是比普通时啊加买1倍，会看情况来开加班车哦。今仔天气较稳定咯，民众会当趁天气袂歹的时阵，赶紧出门去投票。来看选举进前的台北转运站，还未到下班下课的时间，已经出现一堆要返去家乡投票的人。你要返去，若无先买票，敢若会当伫现场慢慢啊等补位。因为我现在是学生，所以就是刚好下课吃完饭就过来排了，一阵子感觉是比平常还要久一点。我觉得比平常多。平常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拜五暗时已经渐渐出现第一波要返去家乡投票的人，暗投票日迄天的早起，人会到上多。根据国公客运的统计，以有售票的角度来看，平常是买位大约是2成5，但是之后可能会到4成6。但是这拢无包括现场买票和补位的民众。为着疏运，各道客运的业者是开始管制票价和调支援车。我们也协调部分车辆，部分车站的话，必须要调那个支援车出来。好，那我们也准备几辆的一个支援车来因应各路线的一个人潮的一个出现。对了，客运业者是调支援车的阴影，高铁嘛伫25到28选举的期间加开52班的列次，代替对拜五开始到拜日嘛加开50班车。各民众因为烦恼买无车票，搁请假半工提早来坐车。有特地为了选举，然后有提早请假回家，因为一方面是返花莲的车票比较难买，那所以就提早就是订比较早一点的车班。也是特地提早请假想说回家。对，然后这次的车票比较好订。中央气象局讲，拜六方面的减少，降雨嘛减少，气温嘛愈来愈温暖，民众会当把握好天气出门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今年的11月份到23为止，平均的温度是24.3度，比过去高1.6度。这款的温度是玉山气象站设站以来上烧热的秋天哦。气象局表示讲，今年11月份有机会加做是史上上烧热的11月份。再来看自由时报，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的考量，要求政府各部门袂当伫敏感的地点，将受到中国国家安全法约束的中国企业制造的监视摄影机。再来看中国时报，咱国甲南韩去年11月份有签租税协定，避免双重课税。韩国方面表示讲，按算的第2礼拜来宣布相关的法规，上紧伫明年初就会开始实施。咱国内有真侪企业拢会当受惠。再来看海军有2只运补船伫金门的执行任务，结果有其中1只船可能因为风影上过大沉船，加在船顶外阿兵哥拢平安。另外，中国的福建省有通过一项条例，表示讲要加强甲台湾的海上搜救机构的交流合作。陆委会是指出讲，两岸早就有相关的协议咯，也毋过中国方面对2016年开始，就因为政治的因素来停止交流。海军运补船负责部组装备运送，前的时阵也用装2只悍马车执行登陆任务。毋过相片当中，这只编号132运补船所传出伫金门外海沉船。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因5伊舰队登陆艇大队编号2239甲132运补船，日时执行金门离岛运补任务，完成下载回航时阵，好亲像是拄着大兴，船舱入水，官兵紧急排水。毋过无效，5名官兵只好弃船，赶紧登上另外1只船才得救。经艇上官兵发现后，即实施紧急排水应变处置，唯因进水量过大，幺拐180、1326艇于廖罗湾8海里处沉没，艇上5名官兵均安。
海军舰队指挥部进一步表示，该艇经官兵紧急状况处置得宜，人员均无损伤。同一天，中国福建省释出对台新政策，定出福建省海上搜寻救助条例，加强甲台湾地区海上搜救机构交流甲协作。时期敏感是对台释出好意，也是统战手法引起关心。陆委会指出，两岸已经有两岸海军协议，为2016年起，陆方单方面因为政治因素停止办理海上搜救演练。我们强调，海上人命救助是人道援助与普世价值，双方可落实两岸已签署的相关协议的基础上，透过合作共同确保海上航行的人身财产安全。或者是警台湾是海岛国家，爱甲周边国家演练海上救助，不过避免落入中国的内海化圈套。怎么去试着说去同时顾到我们这边的主权？那再加上说可以在这种实质的这种信心建立以及这种联合搜救的机制上面，可以想尽办法再有一些合作，不论是中国或周边国家，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也需要再考量，然后再试着推进来。这代志也引起府方高度关注。总统府指出，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时间已经报告总统蔡英文，专案小组初判是海上状况不好，后续爱搁详细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军一台 E2K 预警机昨训练结束，要飞登去屏东机场，降落时所发现讲飞行机的腹肚去拄到涂骹，加载机组人员拢平安哦。空军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咯。空军第六训练连队一架 E2K 型无人机，自5早起11点外训练了后，登去屏东机场的时阵，不明原因机腹降落，停伫草埔，好加载5名机组人员全部平安无代志。后续我们会去了解，造成这次意外的一个原因。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最新的确定的讯息。那目前来讲，人员是安全的。空军强调，状况发生的时阵，相关人员处置适当，人员拢平安。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针对事故原因甲故障的情形进行了解。人员是平安，那有关于机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原因以及后续的这些状况，我们还在了解当中。整个专案小组都还在了解整个发生的过程跟原因。是不是降落时阵起落机故障，才用机腹落地？空军表示，拢会等专案小组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癌菌腺癌的病例是愈来愈多，伫女性10大癌症排名第4。医师就提醒讲，若是发现讲有吞喙烂未顺，定定扎着，还是一直扫、佮烧声拢爱特别注意。目前除了手术、放射治疗，某一寡新的标靶药物会当选择。吞喙烂的时阵，若发现无啥顺，讲话声音沙沙会扫，安尼就爱特别注意咯，真有可能是癌菌线出问题。医师表示，以往拢是用一线的药物放射碘来治疗癌菌腺癌，不过有的病人使用效果无好，加在即马有2线标靶药物，抗药性更较好，会当代替用过的药物，成功控制癌症。他还要对抗，就是一线药物之后，他治疗失败，那产生了一些抗药性，所以他的靶点就是说有比较针对，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抗药性的一个部分。目前2线标靶药物的话，它其实主要还是以疾病控制为主。那目前大概有80%左右的一个疾病控制率。根据国健署的统计，最近几年来，台湾癌菌腺癌确诊的病例愈来愈多。民国100年的时阵有2620例，105年是3827例，一直到108年，病例数已经增加来到4850例。台湾癌菌腺医护卫教甲健康促进协会讲，癌菌腺癌真好发现，民众若感觉阿妈棍摸起来怪怪，都爱有警觉。声音沙哑，它如果压迫到管声带的神经，它如果是压迫到气管，它就会觉得有卡卡的；压迫到食道，它吞咽都会有一点异物感。预防癌菌腺癌，医师呼吁民众除了家己平常时爱加加注意以外，嘛会当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照超音波来防范，唔通互病情恶化，造成危险。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9个月了。罗西亚第23搁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发射70粒飞弹甲几台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全国核电厂甲大部分的发电厂拢无法度运作，相关人需要的小气甲水资源嘛受到破坏。
病院医生要开刀哦，因为停电，只当用手电筒来照光。开刀房内底暗民帮就助手揢着手电啊，帮助医生照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9个月，23个一届大规模攻击，发射70粒的飞弹甲5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虽然乌军甲51粒拍落来，有关互全国所有核电厂甲真济火力、水力发电厂暂停营运。支付一间病院的红牙心脏手术，就伫暗暝梦的状况完成。伫日时要用电办公的人，爱到特定大楼的办公室内底用发电机供电处理公务。案头以后，民众上街路爱扎手电啊，街路嘛只有往来车辆的车顶伫马路正做一道停留。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卫星图显示，乌克兰为11月开始，大部分地区拢是黑暗暝的过日，当然冬季需要的暖气加供水设施嘛受到攻击影响，民众爱排队为紧急布棚内底汽水生活。На декілька днів хочемо набрати, щоб пити. А такої в крані зовсім немає з вечора. Так що чекаємо вже. Може дадуть, да, хоч холодно. Так що трошки сумно. 乌克兰能源部门表示，俄军这一波的攻击造成包括一名19岁的查某囡仔，至少10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电力会尽量在当地日时陆续完成抢修。已经和乌军撤退倒来，赫尔松地区依然继续受到攻击。日时有真济过去平安的徛街区受到真济飞弹的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更有真济人受伤送病院。国视新闻台上朋友。台湾内底当真济，所以有防灾的知识是真重要。为着要让学生有防震防灾的观念，最近嘉义的教育处甲相关的单位举办用面条来进行做控制模型的比赛，佮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用面条做的模型放入模拟地动的机器顶头，测试结果敢有耐震。坐伫台下的选手，大家紧紧看，希望家己的作品会当通过考验。认识我们的地震，甚至我们要怎么样防范我们的地震发生的时候的相关因应措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游戏，然后制作，然后了解力学，甚至了解我们台湾。我觉得这次会赢的关键是我每个地方的热熔胶都用很多。为着要伫比赛当中模拟实际情况，各中组的学生搁爱伫模型顶面用矿泉水加做厝顶的水塔，做出来模型就通过测级的浸度测试，而且愈轻愈好。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一个模型制作呢，让他们深深了解到说建筑物的结构呢，在地震里面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作用？虽然说刚开始在粘的时候很紧张，但是刚刚看到自己过关之后，就是都很开心。中正大学表示，各中小的学生在时经过相关地动知识的导览，下晡透过比赛，把学习的成果展现出来。学生唔能吸收地动的防灾观念，嘛增加科学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世界杯卡球赛，成全世界的球迷拢去卡达，要帮家己国家的球队加油哦。也毋过一抓路去现场看比赛，落地啊嘛是爱有够深。除了机票甲门票大嘛是真贵，一般的饭店带一暗晡拢爱台票上万块。有的球迷为着要省钱订球迷船，也是讲带伫农业区的布棚，嘛是爱开袂少钱。也毋过因是真怨叹讲品质是真歹。世界卡球赛开始比啊，入境卡达球迷愈来愈多，要来替家己的国家队加油。毋过，若是要到比赛现场，钱都爱存较济。这几个法国球迷，敢若机票都开超过1000欧元，差不多3万外台票。为了省钱，因订机场附近的球迷船，一暗100欧元，差不多台票3000外块。It didn't look like this in the photos we saw. Have you seen the state of the window? If I'd paid 20 or 30 euros, sure, I'd have had it coming. But with the price we paid, honestly, it's disappointing. 另外一间就是阿拉伯公寓的球迷船有较俗一寡，一暗是80美金，差不多2500台票。毋过房间内敢若2顶床、铁柜啊，甲简单的浴巾啊。想要较特别的，也可以当带豪华游轮，这无共船型，一暗为179美金，差不多5500台票，到347美金，差不多1万外台票。若做完全无预算的限制，高级饭店一暝几6000美金以上，搁较贵都有。只是大部分的球迷已经是欠长内度去卡达看卡球比赛，房间搁较简单，人搁较济，去一间嘛是甘愿。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秘鲁最近因为寒流高山农结冰，有500多只国宝动物养落岛枵死。另外海边嘛发现5000多只野生的布袋鹅死亡。官方讲这鹅可能是去喂着禽流感。一只游乐岛，生甲纯皮含骨头，倒在土骹看起来已经无命。秘鲁中部含南部的安第斯地区，最近气温是有够低，白色的草地是砍掉啊，游乐岛无草啊通食，拢枵死啊。En cada familia realmente está abortando a más de 40 alpacas. 居民讲，过去几礼拜至少有500只游乐岛枵死。游乐岛勇士协会嘛统计，今年以来全秘鲁已经有25000只游乐岛因为寒流死亡。这产家呢，游乐岛互看了真唔甘，嘛烦恼刷落来，因的生活是要安怎？ Estamos preocupados porque vivimos solamente nuestra alpaca, no tenemos otro ingreso y nuestra alpaca está muriendo más de la mitad ya. Y no sé cómo, con qué pasar la vida estamos. 放牧业则是呼吁政府马上介入，宣布安第斯地区立去到紧急状态，提供援助，才会当互居民渡过难关。除了游乐岛，秘鲁的鸟仔嘛有危机。滨海地区的海沙堡最近几礼拜拢一直发现到死去的野生布袋鹅，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只。布袋鹅生病死亡有可能和禽流感有关系。官方日证实，3只野生的布袋鹅已经喂到传染性和致死率都真悬的 H5N1，已经发布180天的健康警报，嘛提醒养殖业者爱加注意。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最后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 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